心肺復甦術。心肺復甦術簡稱 CPR， 係搶救生命嘅措施，用於心跳或呼吸停止嘅情況。透過電擊或按壓心臟，以人工嘅方法把血液泵到身體各部分，加上人工呼吸，幫病人插喉。接駁呼吸機，直接泵氧氣到病人肺部。對於一般身體健康而突發心臟停頓嘅病人，施行 CPR 係相對有效嘅。但對於晚期或者身體情況非常衰弱嘅病人，施行 CPR 嘅成功率微乎其微，仲可能為病人帶嚟更加多嘅痛苦或者係後遺症，例如肋骨骨折、氣管創傷或者係腦部缺氧等。如果 CPR 唔成功，會點㗎？CPR 唔成功，病人承受咗額外嘅痛苦，但仍然無法改變最終嘅結果。所以對於晚期病人，有時選擇自然離世，或者係更加尊重病人意願嘅做法。透過預設照顧計劃或預設醫療指示，你可以清楚表明病情去到晚期而不可逆轉時，係咪拒絕接受 CPR 等創傷性治療，為人生嘅最後階段選擇符合自己意願嘅方案。心肺復甦術雖然可以搶救生命，但唔係所有病人都適合嘅，特別係晚期或者係身體狀況非常衰弱、身體機能嚴重受損嘅病人。提前了解同計劃，可以確保醫療安排符合自己嘅意願，同時減輕屋企人做緊急醫療決定嘅壓力。趁而家自己仍然擁有自主做決定能力嘅時候，同屋企人、醫護人員溝通，並委託一位代理人喺你失去精神行為能力時候執行你嘅意願，確保你喺最後嘅日子獲得適合自己嘅照顧。如果病人而家已經失去咗自主做決定嘅能力，但同時未有預設照顧計劃或者係預設醫療指示，屋企人都可以同醫護人員商討，為病人設立預設照顧計劃嘅。